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今日节目当中呢，生命牛这个单元，喜神呢要甲咱继续来分享到安怎来读圣经。圣经呢是真神特别为了咱全世界人所写的，不管讲是凡夫啦，还是智慧者，还是特殊，拢会当对圣经当中来得到真理。因为真神的话是咱生命的食物，生命粮食。每一日读圣经就应该成做咱生活当中重要的代志，敢若亲像食物件同款。若是忽略，那咱身体的健康呢，就会受损。所以这个约伯呢，甲灵魂的生命的健康，甲身体的健康呢，来做一个比较。因为约伯记23章的12节咧讲，神喙遁的命令，伊毋捌违背，伊看重神喙中的言语，赢过伊使用的饮食。所以约伯伊经历了真神的话语是生命的力量，伊无愿意错过着这个逐工领受真神话语的机会。深信着讲咱大家也愿意来效法着约伯同款的这种的心志吼，借着每一工来读圣经，来领受这个宝贵的灵粮。顶一集呢，喜神已经为着咱大家来分享着安怎来确立着几项基本读经的态度，安尼吼咱才会当用上少的时间来得到读经，也是研究圣经上大的效益益处。过来呢咱要来讲的就是讲，咱要哪把这个圣经读捌，并且读活这个圣经，互这个圣经呢，真正成做咱生命当中的粮食，互咱呢灵命活得更加健康。那呢，咱要哪有功效来读这圣经呢？要来读活这哪教圣经呢？今日喜神呢，要来甲咱讲几项方法读活这个圣经。第一步呢，就是讲咱来读过啦，就真紧甲一章的经文甲读过一遍读过了后，爱做经文的观察然后呢，大概是掌握着圣经的意义第二步就是爱读捌。经过经文的观察，然后呢，敲找着咱自我灵修的一则经文，并且呢，处于的教训这个时阵唔好忽略顶下文安尼才会当正确来解释圣经，会当得到你所想要爱的这个教训。第三部分呢，就讲咱来读活。当你得到教训了后，咱来个来思考，要哪把这个教训活用伫咱的生活当中，并且积极甲伊实践出来，这才是读活了圣经。咱先来讲读活圣经的例啦这圣经呢是主爱的真神写配互伊的儿女生命的册，是有益处的，而且是真实际。伊伫这个册卷当中提供了咱基本的生活法则，对成做咱生活当中迄个真正的灵粮。真神的话语呢，既然是咱生命的灵粮，所以咱每一工就应当爱成做咱生活当中一项最要紧的代志，读圣经。假使每一工呢，读经咧，就成做咱的生活当中上要紧的代志，就亲如讲，咱爱食物件，咱若是忽略安尼，这个健康呢，就会受损害。约伯甲灵命的健康看咧比身体的健康更加重要。咱有讲过。伫约伯记23章12节讲，神喙遁的命令，伊毋捌违背，并且伊看重神喙中的言语，赢过伊使用的食物。所以约伯看真神的话，看正做讲，敢若像伊生命当中力量的来源。伊无愿意错过着每一工来领受着真神话语的机会。所以呢，咱嘛深信讲咱应当爱效法着约伯同款这种心志借着每一日来读圣经，来领受呢神宝贵的灵粮。那呢，安怎来读圣经呢？才当来享受到丰盛的灵粮呢？首先呢，应该爱定出一个读经的时间，时间长短按照个人的需要，但是呢，至少应该要有15分钟，来找一个安静的所在来读圣经。读圣经呢，应该有一定的进度莫讲读一个就休足久的安尼。圣经拢共有1189章，
若是每一工吼读3章或者4章吼，咱一年内底呢，就当完全甲这个圣经甲读一遍。若是每一日读一章，若安尼就爱用超过3年的时间，才会当甲读一遍。伫喜神要介绍读话圣经的方法以前，我先来讲一个比喻啦。伫某一次这个合唱比赛了后，这个评审伊就发表着这个比赛结果做一个评论。伊对着这个第3名队伍安尼评论讲唱对，因为歌词甲歌曲配合得真好。伊对着这个第2名这队伍讲唱 A 咯，因为因不但歌词甲歌曲配得真好，同时间呢，这个音调也抓得真准。这个评审佫继续讲，这第1名队伍因唱活咯，因为因具备了第3名、第2名的优点以外，就是讲甲这个曲呢，的这个感情唱活咯。咱想讲，若要读圣经嘛是安尼，读话圣经有3个步调，就是读过咯。第2就是读捌，第3就是读活。咱举一个例，假设讲咱每一日读圣经读1章，今日进度是历代志下17章。咱用这章来做一个例，按照着读话圣经的步调，咱说明第一，咱先甲读过，咱可以真快速甲这段圣经甲读一遍。若无容易了解的所在，咱莫插伊继续甲读，一口气甲读完。假使你学会观察经文，至少呢，你会注意到册卷当中的人物、事业、历史的时间、地点、前因后果，并且呢，抓住了中心的思想，你就有一寡领悟，需要做观察经文。若观察经文呢，也有一寡重点，就讲伫这段圣经内底有这人物，这人物内底约沙法王、大神、利未人、甲千夫长以及勇士伫这段圣经内面这人物。过来呢，这段圣经内面有啥物要素呢？就是强化军事、拄起偶像、教导真神的话，互百姓知影。这时间是啥物时阵呢？就是亚撒王死了。这地点伫倒位？伫这南朝的犹大国，伊的前因是啥？因为国中常常有战事，这伫历代志下16章第9节。结果呢，这个国唔敢甲约沙法来征战，并且佫送出一个礼物予伊。以上这是第一遍咱读过这经文对这章的一个印象。第2项就是讲咱读捌咯，咱过来就是讲第2遍慢慢读的方式。伫这个时阵，你可以伫这个每一章的经文当中找到一节经文，作为你今仔日的灵修。像讲，咱读煞了后，这历代志下第17章的时阵你就注意到这约沙法王接受到伊爸爸做王了后，伊积极加强国防建设，并且要紧的讲敬畏真神。中间呢，伫这历代志下17章的第9节，你讲。伊带着这个耶和华真神的律法册，行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这则经文应当就上吸引咱的啦。对顶下文来思考，这历代志下17章的第9节的假释，就会发现当中有重要的信息。第一项就是历代志下17章的第10节到12节，约沙法因为有敬畏真神的心，所以真神呢亲自伫敌人的顶面来动工。好列国拢真惊吓伊，唔敢甲约沙法来征战，甚至呢，阿拉伯人、非利士人拢来向约沙法王来送礼物，来立这个供应，互约沙法呢日渐强大。第2项就是约沙法王呢，伫耶路撒冷的勇士拢是大连勇士，拢肯为着耶和华真神来牺牲家己的。中间上大因素，就是因为百姓认捌真神的话语咯，所以因大有信心。因安尼，拢热心献上了家己的性命，来保护因的国家，来保卫因的国民。这次咱慢慢读，咱就可以讲读捌咯。伫这节的这个圣经的这个重要假释，就是应当爱重视普遍性来教导真神的话语。第3项，这段圣经要互咱读活，就是会当借着祈祷，并且思想安怎甲这个假释这个教训呢活用伫咱的生活当中。
就是定定伫祈祷当中，借着圣灵的感动，互咱学会安怎来活用这个教训。像讲对约沙法王接见着伊的神仆，带着真神的律法册，行遍了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而且蒙着真神的祝福。所以富国强兵的这个例，互咱联想着今仔日咱的家庭当中，咱一家之主，咱也学会晓讲伫厝内面用心来教导咱全家大细，来明白真神的话的时阵吼，魔鬼吼的确会惊吓，伊毋敢来欺负咱。同时呢，全家大细也因为入捌真神，来共享着天伦之乐，并且甘心乐意来服侍真神，伫圣工顶面拢成做带领勇士。所以对这咱看到讲这个家庭是不是幸福，是在全家是不是会晓得来敬畏真神。教会复兴兴旺嘛是安尼。教会领导者若是有约沙法王的眼光，若安尼就应当会当热心来指导每一户信徒伫信仰顶面来插根，尤其是家庭这段的建立。那安尼教会才有可能讲未兴旺的道理呢？所以以上是咱甲圣经活用伫咱的生活当中的一个例。读经若是当读到这种地步，咱就当将真理甲生活给结合起来，这是真正读活圣经咯。咱读圣经到底是要对带一罐圣经来读起呢？咱会当甲大家建议啦，先对新约圣经当中的马可福音开始，佮再读使徒行传，因为这是主要所甲伊门徒工作的事迹，也是早期教会发展的经过。然后佮再倒转来读其他的福音书啦，像讲马太、路加，加这个约翰福音，过来就是来读这个罗马书。一直甲新约圣经甲读好煞，然后呢，过来读这个旧约，旧约呢，会当对创世纪一直读到最后一卷马列基书。伫咱读圣经的时阵，也一定会拄到未了解的段落啦，也是字句啦，或者也拄到一寡较古涩的段落。但是这是因为咱无明白，所以才会有这种的感觉。咱也无必要讲感觉到讲困难易行，慢慢安尼灰心。可以用到有色的笔甲伊做记号。虽然你会有真侪无明白所在，但是你会继续读到其他的圣经的经卷时阵，你可能会马上开通了，原来是安尼。若是有机会的时阵呢，也可以请教到咱教会内底传道者啦、长职，或者是已经信了真久的信者，因可以真做你属灵的同伴，来陪你呢，来做伙来成长啦，吼。上面呢，咱伫咧读经的时阵，咱当写一下读经的笔记。咱大概这个笔记会当分做几项，第一项就是心得感想的笔记。咱对每一天所读的经文咱个人可以对内心深处的当中有所感想，或者是对家己一天的生活当中有一寡反省，还是顿悟，咱都甲写落来。对家己来讲，这是另外一项心灵的财产。也可以增加读经的兴趣加信心。就讲，当咱读到雅各书第5章当中有一寡经文，当中有一节经文，雅各书第5章的第3节，顶半段咧讲恁的经验拢生鲜咯，迄个鲜要证明恁的毋是。当然，这句话伫咱的这个生活当中是定定发生的代志啦。咱读到这节经文咱会感想，咱会当甲写落来。伫这个雅各书提到金银会生鲜，这敢是咧讲到讲，这个金银收藏伤久无去甲用所以会失去迄个光泽，还是是安尼全涂刷粉。因为金银本身是未生鲜的，这个鲜要证明因的主书，只为了家己积攒钱财，将来审判的时阵呢，这个鲜呢要成做控告好业人的铁证。今日咱人若只知影讲，敢若会用趁钱啦。若是毋知影讲来妥善去应用这个钱的时阵，毋知影讲为了家己将来呢积攒迄个美好的根基来承受永恒这生命，
咱人落尾忠心落落，却用财无道啊，钱煞生生啊。这不但咧说明讲，伊一生虽然好业，但无算做成功，反倒落来成做定罪的刻记啦所以咱拄仔所讲的，表示讲，咱读圣经，咱读这段时阵咱应当爱家己活用伫咱的生活当中。咱想看觅，咱应当要安来实现，来善用所得的这钱财。咱就是讲有一寡具体的办法啦，或者举一寡例啦，来做咱的典范。所以过来咱就是要来讲，咱读圣经了后，第三项就讲要哪来读活这圣经的例。咱人若是讲会趁钱，但是咱嘛应当爱知影讲，会晓安怎来用钱。咱教会当中有一位长老伊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伊一生赚了真侪钱，却是善于运用伊的财富。伊甲伊的钱财用伫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为了救人的灵魂。伫这个宣道宣教的工作顶面，伊奉献的各种使用的这个经费。第二部分，伊就是为了帮助人肉体需要，来建立这个孤儿院啦、养老院啦，并且随时救济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第三，就是为着社会栽培人才，投资伫这个大学的教育顶面。这位长老伊一生当中受到足侪人甲笑脸的，所以咱应当爱效法这位长老的脚迹，因为啥？伊认捌圣经的这个用钱的真理，以及呢会当活用出这个善于运用伊的这个财富啦。上面咱爱这个写这个读经的这笔记，这笔记是什么种笔记呢？就是研究的经历的笔记。就是讲，咱读到圣经当中的人物或者是事件，咱就甲这个人物的行事做人优点啦、缺点啦、失败的所在，会当甲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整理，甲记录落来，就可以做咱真好的参考。像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11节内面所讲的，因做有这个代志，拢是要做咱的鉴戒，并且写伫圣经顶面，正是警戒咱这活世的人。所以这圣经对咱的生活当中，咱个研究有一寡帮助甲记录起来。就讲圣经当中这个亚伯拉罕，因为抓住了真神应许，所以献上了伊的囝以撒。中间有啥教训呢？咱要应用伫咱今日的生活当中呢？亚伯拉罕因着抓住了真神的应许，来献上了伊的囝以撒。伊的信心的来源就是伊经历了百岁生囝这恩典，这是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当中，伊体会了真神的带领。真神呢，又搁应许着伊，独独对以撒生，这是伊的后裔。真神的话真正是永远无落空的，所以伊献上了伊独生囝以撒。伊相信，就是讲我将这个以撒甲献上，互以撒死伫迄阶段顶面。伊相信真神来得甲，互以撒搁再复活起来。若无真神的应许，敢是落空啊？因为神毋是落空的神啊，神是实在的神。所以对这项代志顶面，咱就可以知亚伯拉罕已经相信真神是一位对无当中生出有，并且互死人搁再复活的真神。所以亚伯拉罕抓住这个真神的应许，独独有对以撒生，这是伊的后代，互伊通过了真神的考验。今日咱也爱伫奉献顶面来抓住真神的应许，像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60节讲：济种的济收，少种的少收，伫钱财顶面啦、时间啦、因素啦，这顶面呢，济济来奉献，因为真神是一位可以对无当中生出有来，并且互死人复活的真神。真神的应许呢，的确会实现。第二呢，就是讲这圣经内面所记载这罗德的妻子，伊无顺服真神的命令，结果煞来死亡。中间有啥物教训呢？咱要伫今日生活当中来成做咱的鉴戒呢？罗德的某因为无顺服真神的命令，所以死伫迄个流风火当中。果然伊的妻子是无信心，直到这件代志来发生。但是咱看这罗德伊嘛是有责任呢，因为伊身为丈夫所以做妻子的头，平常时呢，就是爱关心伊太太这个灵修这个太太灵修呢，嘛是伊的责任之一啦。虽然对创世纪19章的第9节
圣经讲伊流恋所多玛的官位，所以咱就知影讲伊获得了这个罪恶环境影响，对人的这个灵性呢，会当讲是偌大。对咱就知影讲咱做丈夫的人爱负起着妻子灵命的责任啦。今日咱真做人的丈夫应当爱明白咱是做头的责任，更加爱重视这个家庭这段的建立。伫信仰的道路顶面呢，咱爱互相扶持。这会当亲像彼得前书3章第7节讲，共同承受活命之恩。所以教会呢，也爱欠请着这兄弟的角色，来教导因，来扮演着好的丈夫的角色，可以免去真济悲剧。圣经中间的道理真正是具备有可行性的这特性啦，而且咱读圣经是上宝贵的。就可以配合着实践圣经的经训，来印证着圣经的真实性。所以主要说伫约翰福音第7章的17节，伊就安尼讲，人若立志遵着伊的旨意行，就这个晓得这个教训是出于真神的，或者是我凭着家己讲的。所以，互咱互相勉励，甲每一天对圣经当中所得到的感想呢，会当运用伫这个生活工作的当中，咱来试看伊的果效，的确无这个互咱失望的啦。咱爱读圣经，是因为伊是真神的话。现在咱明白了读圣经的精神，就应当照着这个精神，下着上大的决心，逐工来读，不断去甲思想，那安尼甲内面的真理甲记在咱心中，而且应用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安尼咱伫这个真神真理顶面，就会当徛得稳，也的确会当享受到永远福气啦。这个美国一个哲学家，伊叫做瓦特森，伊捌讲一句话讲：圣经是一粒明亮的泉石，是一串的珍珠，是圣灵的宝剑，是基督徒航往着这个永生的罗盘针啦，是旅途当中的地图，是日常生活的日句。是做人的标准，所以贯彻为头至尾的这个虚实之宝呢，咱知影讲有偌济基督徒的灵性是孤单的，是在伊每一天的灵修当中，因为无继续持守恒心坚持到底，反倒当然呢，伫这个世界上足济这成功的这名人因为因学的自律，并且呢，因比别人更较突出，比别人呢更较成功。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伫这圣经顶面有用心自律，照圣经去行。今日咱若是会当知影祈祷，并且佮加上咱家己立志，若无读圣经，就无食早顿，或者是讲无读圣经，就无上床去困。只要咱若肯每一日今日进度，今日甲完成，绝对无破例。咱一年了后，你就会成做成功的基督徒，你的生命将有奇妙的改变。请你试看觅养成逐工读圣经的习惯，互圣经成做你的良师益友。但愿咱会当专心来查考圣经，来遵行真神的旨意，互真神的话呢来充满着咱的脑海内底，来管理着咱的意志甲思想，来引带咱的脚步。这当是足美好的啦！咱心灵呢绝对是丰富的。今日呢，咱活命娘这单元呢，喜讯就为咱分享到这，大家平安。